亚洲冬季运动会已经所出兵这个项目最后一天，咱台湾有2个选手伫1000公尺个人赛，男子的选手戴伟林摕到第13名，女子的选手陈映德是摕到第12名。2025亚冬运竞速出兵项目进入最后一日，女子1000公尺进前为台湾提亚冬运队数第1名奖牌女子出兵选手，但庆祝最后一个个人项目比赛，被排伫第5组，甲日本女将三军家族共组，起跑有优势，但庆祝头前200公尺发挥袂歹，第排伫亚冬运比赛就困头参加赛项目100公尺提铜牌创造纪录，500公尺最后过关发生事故排第5名，这是最后一场比赛女子1000公尺单行到600公尺，依然保持节奏，最后过一弯，第3加速甲三军加速正接近。最后一圈的时候，其实基本上已经力竭，心里其实是很煎熬，但是不到终点不能放弃，所以还是用尽身体剩下的力气把它拼到终点。最后单用到1分19秒74，摕到小可领先，比完头前5组暂时排名第3位。可惜是后边陆续做着超车，单用到伫这项目最后总排名第12名。另外男子1000公尺，咱台湾戴伟林伫个人第4项比赛第9组登场，甲中国强敌都好难共场竞技。这场比赛台湾选手靠无放弃的顽强韧性，最后第3加速阶段足到只有0.03秒差距，1分11秒64得到总排名第13的成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